角落秀林，让我们看见秀林，认识秀林，爱上秀林。今天搭档来到同门村，没错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同门部落。同门村位于秀林乡的南端，坐落于木瓜溪流域中上游河接地。一直到了19世纪中期，德格达亚离开木瓜溪流域，全面由德古族人所居住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到同门部落非常有名的一间复合式餐厅，叫做猫尾巴咖啡。坐在我身边的呢是店家的老板兼主厨小马哥。好，哎，欢迎你。那想请问一下小马哥啊，像你们叫做猫尾巴咖啡啊，那这个店名啊，它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故事？这个店名是我女儿取的。嗯哼，她刚开始本来就想要开咖啡店，但是想不出名字。然后我女儿就说，那就叫猫尾巴咖啡。那我说猫尾巴跟咖啡什么关系？他就是要叫猫尾巴。我说好了，那店名就猫尾巴咖啡，就这样下来。其实我们开店的初衷就是自己想要过这种生活，然后开一个店，就是家人一起经营这个店，全家都喜欢这个店，所以会开。所以小马哥的太太是当地人。对，太太是泰鲁格族。德古，所以你就每次都开玩笑说你是嫁过来我们泰鲁格族，觉得很幸福啊，很幸福。我的光荣嫁来这里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是不是说这边有什么样的特色餐点？其实我一进来看到不少其实我们的餐点就是自己喜欢吃的，就把它推出来这样。那但是中间有经过研发啦，还有改良，然后才推出来这样。然后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是，比如说松板餐啦，还有棒棒腿啊，以猪肉为主然后推出来这个餐点。它也算是一种在地的口味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去看我们有哪些好吃又可口、美味的餐点吧。好。我砍下去啊！砍那么深，你看这个刀口没什么，你看那个刀口，这个刀刚砍铁什么都没有。那现在我们来到同门村的乡野铁店，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，就是大名鼎鼎非常厉害的做同门刀的老师傅，我们的Gawastain。Bagi, ambiaksu， 不啦嘿，Bagi， 我也很好奇啊，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为什么同门村的名产会是同门刀啊？有没有什么原因？为什么这边会这么的厉害做同门刀？荷兰人他是停在那个利乌西水口，他们的船都在海上。他就叫我们原住民呢，帮他挖黄金，他就拿他们的刀来交换。了解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原住民就开始有刀。
荷兰人的要求就像那个以前日本人要求太严了，所以原住民就反了，就拿那个刀，他们就开始利用晚上的话就开始摸，就砍他们的头。日本也在这里教我们做那个武士刀，每一个客人他的需求的刀，我们做的是，一个是大中小，标准型中的还有小的。但是他们的需求是要以他们量身定做。如果说我个子比较高的话，我当然刀要大一点，比例要重一点。那这样Bucky啊，今天听到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我们铜门刀的故事典故，或是你们家里祖传了3代的这样一个传统工艺啊，这边后面就是你那个工作室，对不对？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？对啊。好。现在我们来到同门村的文史达人高金基宏老师的工作室。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打扰了哈。那现在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啊，就是同门村啊，其实它有前后很多的牵史的一些脉络。那想请教老师说，我们现在知道的同门村它是怎么样形成的？1915年的时候开采铜矿。铜矿呢是在对岸那个翡翠谷那边做炼铜作业区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能高院的起点，产铜之地，所以就叫铜斗斗门，斗门铜门2个字。了解，它的意思是，所以就是变成铜门，然后也那所以母语我们讲多蒙是取铜门的谐音吗？还是说本来母语也有叫多蒙这个字？多蒙是日本话。一直到日本的时候，1918年才定名为铜门。那老师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木瓜溪呀，对，它这个木瓜溪的由来是什么？大家其实很好奇。对，西部来讲，东部这里来这里是后面的。对，族语叫木鬼，对不对？木鬼这个词到了日本时代的时候，他问了你住在哪里？木鬼，然后日本人音比较硬嘛。对，木拐，他们有一些那个发音的结构的问题。对，有的音可能发不清楚。对，那个不变成木了木拐，国民政府的时候，木瓜溪的，从音变来的，从木鬼，木拐变成木瓜，倒木瓜。对。那其实今天我们来到同门部落呢，我们有去了同门老街，然后去看了一些打铁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工艺的传承，然后也去了知名的复合式的餐饮猫尾巴咖啡，然后也跟老师来做一些请教。非常感谢今天的同门之旅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呢？如果大家觉得用听的用看的还不够的话，欢迎大家自己亲身来同门部落体验一下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和南木巴代。